咱来看高雄捷运昨昏有2个民众伫车厢内底装出装入嘻嘻哈哈，车顶其他的乘客看到是拢感觉真危险。咱若高雄捷运讲，若是伫咧月台或者是伫咧车厢内底乌白装来装去，也是影响关车门，相当会罚款7500，甚至会罚赶落车。 徛伫车门边的查甫囡仔，等高捷到桥头糖厂站，随冲落去，走到另外一个车厢门口，紧冲起来，结果把手机交互另外一个查甫囡仔，相款是安尼做。这代志发生伫2九，2个人接力的做法，互乘客看到是害头，甲影片铺上网。不建议啊，因为毕竟这是大众交通工具啊。不是有点是非常危险吧？这个又不是游乐场所，对啊，而且是在那种交通的一个大众运输工具上，我觉得。 不好，非常的不好。乘客大部分认为这行为无好，因若是发生伫人较侪车站，捷运到站开关门的时间只有大约15秒，走来走去，若影响其他乘客出入，也可能因为弄到人，也是有车门夹到，造成这捷运车班来延误。这2位旅客初步看起来违反大众捷运法第50条，在月台嬉戏，影响作业秩序及可能妨碍车门关闭。如若劝阻不听，可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。 7500元以下之罚款，并可以拒绝运送。高捷表示，虽然无接到通报，不过伫车厢甲柜台安尼咧算，可能影响捷运行车安全。若掠到人，会使依照大众捷运法来裁罚，也提醒民众莫安尼学，以免犯法，佮影响乘客甲行车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